準備仔女留學生活，買教育保險真係夠？買股票、買 Bitcoin，時上時落，你嘅仔女咧陪你擔驚受怕。留喺香港讀書，香港嘅教育制度咧真係啱佢哋？有冇諗過可以送一份咧為你嘅仔女實現留學夢想，又可以陪佢哋咧一齊成長嘅禮物？買一層英國樓，先用嚟收租，作為咧教育基金，將來咧可以成為你嘅子女咧嘅留學居所。畢業後咧，佢哋可以咧學習管理資產，懂得理財之道。要搞好多手續，唔怕，有我哋幫你。我哋咧定期咧有免費嘅英國物業分享會，教你咧點樣用少過1年學費嘅資金咧買一份禮物咧俾你嘅仔女，教你點樣揀樓啦，點樣做按揭、稅務同埋咧出租嘅策略。英國物業咧唔單止為你嘅財富增值，仲為你嘅仔女咧打造未來。